俾人拉嘅時候，我個腦真係一片空白，從來都冇諗過原來自己做緊嘅嘢係犯法啦。2019年，阿妹當時只係得17歲，因為受到激進網上資訊影響，對政府產生仇恨。有一次喺街頭參加違法活動時被捕。我每一日都會見到好多好激進嘅留言，警察會打人啊，又或者好多人被失蹤咁樣，我都冇特登去查證，將所有嘅責任都推咗去政府嗰度。外部勢力慣常利用互聯網匿名同高速傳播嘅特性，去散播虛假資訊，煽動市民對立，激化民眾，形成顏色革命嘅雛形。網絡激化係會令到一個人呢係有負面情緒，有啲咧激烈嘅態度，令到我哋產生一啲咧行為嘅傾向，以為咧我哋要推翻某啲嘢先至可以達至咧嗰個目標。阿妹被判入教導所，失去2年自由。父母第一次嚟到院所探我嘅時候，一句嘢都未開始講嘅時候，已經喊到收唔到聲，我令到佢哋真係非常之傷心，非常之失望。喺懲教處悉心輔導下，阿妹醒悟咗，並反省自己錯誤嘅行為。我去參加一個叫做沿途有你嘅更生活動，學識咗去唔同嘅角度嗰度思考，點解當初自己會咁蠢，俾人洗咗腦，俾人利用。在囚期間，阿妹應考中學文憑試並取得好成績。佢重返社會就讀專上院校。我都會重新做人，努力讀書，努力做嘢，做翻一啲真係有意義嘅嘢去回饋社會。